大家好，歡迎收睇古洞平台，我係 Conita 洪麗萍。又到週末啦，又同大家跟進下個大事啦嚇。尤其是過一個禮拜咧，大家都係等緊美國公布嗰個對等關稅嗰個方案啦。咁出咗之後咧，反為恒生指數咧就失守咗23,000點。究竟嚟緊個市會點走咧？咁一陣間同大家分析呢個話題。另外今個禮拜咧，主要都同大家講一講咧，就話美國正式公布咗嗰個對等關稅嘅措施。咁當中咧，其實對中國嗰個關稅個稅率咧，比預期大嘅喎嚇。究竟對呢個內地經濟同埋咧中港股市會唔會有啲咩影響？喺策略方面，我哋又需唔需要因為咁而有啲調整咧？今日主要就同大家講講呢個話題。咁另外咧，因為喺今次嘅關稅裏面咧，亦都涉及到取消咗一啲小包裹嘅免稅，咁所以阿里巴巴啦同埋京東咧喺星期四嗰日咧個反應都幾大㗎嚇。咁啊兩隻股份咧都跌咗5%。咁究竟對阿里巴巴同埋京東係咪咁大影響咧？一陣我同大家講講。另外當然啦，都會同大家跟進翻隻小米嚇，因為咧佢發生咗一個交通意外事件，咁令到佢個股價咧喺上個禮拜再跌咗差唔多1成嚇。咁究竟嚟緊小米個策略我哋應該點樣做？咁主要今日咧就同大家傾傾呢幾個話題。咁大家記住啦，睇完之後咧就俾個 like 我啦，跟住就 share 俾你個朋友嚇。如果大家都仲未訂閱我呢個頻道咧，記住撳埋下邊訂閱嗰個掣，以後你就可以定期咧收到我嘅影片噶啦。好啦，先同大家跟進翻個大市先。大市喺過一個禮拜咧個表現雖然反覆偏弱，但係如果你睇翻喺週初嘅時間咧，公布嗰個 PMI 個數字，即係話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其實個表現比預期好嘅嚇，咁所以對個市咧其實都有一定嘅支撐作用。但係大家都係等緊啦，美國總統特朗普佢究竟會公布嗰個關稅嘅稅率係點樣咧？咁因為呢個因素不明朗，咁美股嘅走勢咧就相當之反覆，同埋咧反覆偏弱為主。咁對港股都有啲影響嘅，但係港股咧同埋內地股市咧相對嗰個跌幅係比較細。咁而咧到星期四嗰日嚇，即係我哋凌晨啦，星期四嘅凌晨，咁啊美國就公布咗嗰個整個對等關稅個稅率係點樣。但係公布完之後咧，咁就因為咧今次嘅公布裡面咧，對內地嗰個稅率咧34%，咁呢個係比預期大嘅嚇，咁所以恒生指數反為咧喺星期四嗰日咧就失守咗23,000點。但係如果你話相對於外圍嘅跌幅咧，其實港股同埋內地嘅股市嘅反應咧，相對都係溫和嚇。恒生指數最低嘅時間係見過22,638點，咁收市咧就係成個禮拜係跌咗577點，就係22,849點啦，即係話跌咗2.5%，咁比其他市場表現相對穩定㗎啦。咁另外就科技指數跌得多啲，但係咧係跌咗3.5%，成個禮拜計。咁嚟緊咧，我諗即係星期五嗰日咧，就因為假期啦嚇，咁內地同港股都係因為清明節假期休市。咁但係唔排除就話喺呢個假期裡面嚇，或者係星期一開始前，內地咧會唔會再有啲其他嘅政策公佈，或者對於美國嗰個關稅有啲咩嘅反制措施咧？另外就係睇下特朗普嚇，雖然關稅就公佈咗啦，但係佢仲有啲咩言論咧嚇，或者喺呢方面佢又有啲咩新嘅嘢咧咁，所以呢個大家都要留意。咁而嚟緊呢個禮拜亦都要留意埋內地公布一啲數據，咁當中就係主要就係一啲消費物價指數啦，同埋生產物價指數。咁另外仲有一啲貨幣供應數字，貨幣供應數字係比較緊要嘅。咁睇下究竟內地喺嗰個貨幣借貸方面會唔會有所增長，即係呢個亦都會反映就話喺內地嗰個經濟個表現嚇。咁所以呢個數字都比較緊要。而美國方面咧，除咗要留意住個數據，即係佢哋都係公布嗰個消費物價指數啦，同埋生產物價指數。但係反為咧嚟緊咧，美國咧陸續咧係會公布業績，率先嘅咧就會係一啲金融股嚇，譬如摩通啊，佢哋都會嚟緊陸續公布業績。咁究竟呢個對美股會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反應？咁整體嚟講咧，我自覺得恒生指數咧，目前都係要關注住係咪22,500呢個水平係可以守到。呢個咧亦都係咧就係50天線附近嗰個水平。如果能夠呢個位守住嘅話咧，上邊我相信反彈幅度未必太大嚇，23,300點左右。但係如果你話將港股同外圍市況比較咧，我相信港股相對嗰個抗跌力係比較強啲嘅。好啦，跟住就同大家講下咧，究竟美國總統特朗普喺香港時間星期四凌晨咧，終於公布咗個對等關稅嗰個方案。咁其實今次個方案裡面咧，其實個基本稅率咧就比預期係低嘅嚇，因為而家就規定就話所有進口去美國嘅產品咧，最基本咧係要俾10%嘅稅率啦。咁其他咧就會係根據唔同嘅國家或者地區嘅情況咧，就係有唔同。咁譬如好似中國啊，中國咧而家講緊話徵個對等關稅嘅稅率咧係34%。
咁但係唔好忘記喎嚇，中國咧之前咧嚇已經係比美國咧就話即係個稅率咧係10%加10%。咁如果再加埋今次34%咧，咁即係話即係中國嘅產品去美國咧嚇講緊一個54%嘅稅率喎。咁至於其他主要即係地區嗰啲稅率係點咧？咁大家可以睇到個表。咁譬如好似歐盟啦嚇增加稅率咧就係20%，日本咧就24%，咁英國咧暫時嚟講係最低㗎啦嚇10%，咁韓國啊就25%。咁至於你話今次喺個對等關稅裏面咧就冇提到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嘅，咁但係即係話按之前嗰個就係25%去計算啦，只不過今次咧冇額外再加嚇咁解嘅啫。咁而其他嗰啲東南亞國家咧個稅率係最高嘅嚇，大家睇個表都睇到啊，最高咧就係呢個柬埔寨嚇49%，咁其次就係越南啊、斯里蘭卡啊、孟加拉啊、泰國啊、印尼啊等等咁嚇，咁大家睇呢個表咧就會睇到個稅率係點樣。咁所以整體嚟講咧，今次嗰個開出個稅率咧，我相信就係話係一個最高嘅標準嚟嘅。咁然之後就希望大家咧會同美國傾嚇，究竟如果你係有啲乜嘢嘅交換條件，令到即係美國喺呢方面會唔會將個稅率去減低咧？咁所以我相信，如果你話喺最壞嘅情況，就即係話最高嘅稅率咧，就係今次公布嗰個。即係佢唔會話叫你埋到去傾完之後，原來將你個稅率再提高噶嘛嚇，咁所以就話同佢一交換條件之下，會唔會再低少少咧？咁呢個咧就係嚟緊，即係我諗大家要留意啦嚇。咁但係最壞嘅最高嘅稅率咧，應該就喺今次嗰個表裡面咧已經係列咗出嚟噶啦。另一樣我哋要睇嘅咧，就話今次雖然個列表就出咗嚟，但係唔等於嗰個關稅個問題咧就已經係解決嚇，因為都要睇下其他國家。佢哋嗰個反制嘅措施係點樣？而當中嚇，我覺得最有條件同呢個美國去傾，或者係提出一啲反制嘅咧，咁肯定係中國啦。第二咧就可能譬如歐盟啊或者日本啊，佢哋都應該就會去提出一啲反制嘅嘢嘅。咁但係究竟最終係點樣去落墨咧？咁呢個我相信就大家要觀察，亦都唔會咁短時間之內咧係有晒嗰啲定案嘅嚇。所以呢個關稅問題咧，大家咧就要繼續留意。但係好似我正話所講，我覺得最高嘅稅率咧已經係擺咗出嚟㗎啦。咁至於你話其他嗰啲咧，仲有其他嘅板塊喎，佢都留咗啲伏筆㗎啦。除咗話呢個大嘅整體關稅稅率之外，其他有啲行業或者係產品都有機會咧係另外再提出個稅率喎嚇。當中我覺得最大機會咧就係啲藥業啦、藥物啦嚇，或者係啲晶片啦，呢啲嘅稅率咧，我相信嚟緊又會有一啲額外嘅一啲稅率出嚟嘅嚇。咁所以對呢類嘅板塊咧，大家就仲係要繼續小心啲啦。正話同大家講過整體今次嗰個對等關稅嗰個稅率啦，同埋嗰個影響。咁跟住想同大家集中講講，究竟今次對中國嗰個稅率嗰方面係有啲咩影響喺度啦？咁其實今次咧，你睇到美國對中國嗰個採取嗰個對等關稅嘅稅率咧，係比預期大嘅嚇。咁你諗下，如果34%，再加埋之前已經係加徵咗嘅20%，咁即係話其實中國嘅產品去美國咧係要俾一個54%嘅稅率喎嚇，咁而呢個54%嘅稅率咧，其實亦都好接近佢之前嚇競選嘅時間就話要對中國嘅產品咧徵收60%嘅關稅，咁我覺得已經係好接近啦。咁即係其實呢個亦都係反映就係話，好似正話之前我所講，根本上呢個亦都係咧將個稅率定一個好高嘅水平先。咁就即係然之後希望咧，就話喺繼續將來會唔會大家有啲傾嘅時間，內地會唔會喺其他方面咧可以俾到一啲好啲嘅即係條款俾佢哋咧咁。咁所以我諗呢個亦都係好盡嘅一個水平嚟㗎啦。之後就要睇下究竟雙方究竟點樣係咪有冇啲商討，或者係兩者之間究竟最終咧嚇邊啲產品個稅率係幾多？咁呢個咧我相信要時間，大家喺呢段時間咧亦都要有咁嘅心理準備，就係話中國會提出好多嘅反制措施嚇，咁睇下美國到時又點樣去回應啦。咁呢個大家就冇忽略當中嗰個影響。咁另一個咧，我反為覺得咧，今次除咗話即係對中國嗰個稅率比預期大之外，另一個咧，大家可能有少少意外，但係其實我之前咧都略略提過嘅，就係話擔心佢會唔會咧又係引申到即係對中國產品其他產地嗰方面嘅稅率咧都會有影響咧咁。咁如果你睇今次佢公布嗰個方案裡面咧，就好明顯啦，都係衝着中國而來嘅，就係話喺即係東南亞國家裡面咧，幾個主要嘅國家咧，佢個稅率都好高。
就譬如好似正話提到柬埔寨49%，越南44%。咁點解會係咁咧？咁就因為喺過去呢幾年咧，我諗好多國家啦都可能因為嗰個成本問題啦，咁啊將啲生產基地啊或者廠房咧就搬咗去呢啲即係東南亞嘅國家㗎啦。咁尤其是即係內地同埋香港，亦都因為嗰個成本嘅問題，咁就亦都好多將嗰個生產基地咧係分散咗個佈局嘅。咁而尤其是喺呢個特朗普上任1.0嗰個時候咧，已經講到明就係話對中國嗰個關稅係會提升。咁所以嗰段時間除咗話嗰個成本因素咧，亦都因為嗰個關稅嘅因素咧，令到更多嘅即係一啲即係企業啦，佢哋將嗰個生產線咧係分散。而當中咧，呢啲東南亞國家咧就係其中一個主要嗰啲分散嘅地點之一。咁所以如果你話今次咧，佢又對呢啲地方徵咁高嘅稅，咁即係話如果你啲企業係將個廠或者係生產線搬咗去嗰度，咁你今次咧又受到嗰個稅率嘅影響喎。咁所以其實呢個咧都係衝住中國嘅因素去睇㗎啦。咁但係我覺得嗱，呢啲國家咧，佢哋咧就可能咧會真係直接會同美國傾嘅。咁到時個稅率係幾多咧？咁我諗呢個都仲有機會係要減。但係對於香港同埋一啲內地企業，佢哋目前嚟講，我覺得咧，佢哋都會按兵不動住嘅，就唔會因為咁咧就即刻將佢個生產基地又有啲咩嘅調整。但係面對住呢個咁嘅新嘅發展，究竟佢哋喺個生產方面點樣去佈局法咧？會唔會需要有調整咧？咁呢個值得大家留意。不過有一樣就話喺過去呢幾年咧，其實好多企業都知㗎啦，即係你去全球化之餘咧，仲要而家就講緊話區域化啊嘛，咁所以其實啲生產線咧，其實已經係分得好散㗎啦嚇，咁所以影響相對於過去嚟講，我諗係細嘅嚇，但係問題就話企業可能因為咁咧，又要將佢個生產嘅策略咧，會可能有啲調整啦。呢個咧就係間接咧喺呢方面都會有啲影響嘅，大家又要留意嗰個發展啦。如果綜合睇翻今次美國對呢個中國啦，同埋呢個東南亞即係東盟國家嗰個咁高嘅關稅稅率咧，當然對佢哋都會有影響。但係其實對美國嘅影響咧，我覺得可能更加傷嚇。個原因就係因為喺好多嘅產品，特別係一啲零部件，其實都係咧美國係需要靠進口嘅。咁目前成個生產鏈咧，你美國都好難咧係自己去處理到。咁所以變咗佢哋嘅生產成本同埋佢哋嘅消費者同樣會受影響。至於你話短期嚟講，肯定係有影響。你話如果美國總統佢希望一個長線嚟講，希望咧可以將啲生產搬翻去美國，咁呢個就後話啦。但係短期嘅影響咧，大家唔可以忽略。咁而另一樣咧就話，既然而家面對住整體嗰個市場嘅變化，咁我相信大家喺投資策略方面咧，都可能會有啲嘅調整。但係整體個策略上面，我唔覺得話需要有太大嘅改變。不過短期可能咧，大家就要避啲出口股啦嚇。出口股因為而家面對住嗰個不明朗因素。咁第二咧，仲有就係一啲藥業嘅股。雖然你話政策上面係配合，即係間中係會配合啲藥股做好，但係如果關稅嗰個問題方面咧，對藥股嚟講都仲係有唔明朗。咁至於你話喺今次整體關稅嗰個政策出咗嚟之後，反為咧，我諗對於內地咧就可能更加會着重究竟點樣去進一步去推動內地嘅消費投資。另外就係可能會有其他嘅政策點樣去配合，先至可以咧令到中國個經濟避免咧係受到嗰個關稅嘅不明朗因素影響住嗰個整體經濟增長。咁所以如果從呢個角度去睇咧，我覺得大家可能咧喺短期揀股票嘅時間咧，就可以揀翻一啲內地嘅消費類相關嘅股份啦，或者係一啲以內地市場為主嘅一啲股份。咁包括咗譬如話一啲內險股啦嚇，或者一啲電信股啦嚇，另外仲有一啲內地嘅消費類股份。至於今年咧，我哋一路講緊話 AI 嗰個即係板塊，咁其實呢個 AI 嘅板塊咧，我覺得就唔會話受今次個影響。雖然投資氣氛咧係有影響嘅話，始終咧對一啲幾隻重磅嘅，譬如騰訊啊、阿里巴巴等呢啲股份咧係會有影響嘅。但係呢個短期嘅因素，如果成個投資大環境係冇變嘅咧，咁我覺得呢啲股份咧，大家可能呢段時間就要即係忍耐一下。但係我覺得呢類股份暫時我覺得個投資策略上面咧都冇變嘅嚇，睇下中央政府會唔會喺減息降準或者係財政政策方面咧會有進一步嘅政策落地啦。除咗呢個對等關稅之外咧，特朗普亦都簽咗個行政命令，咁就取消咗咧嚟自喺內地同埋香港嘅一啲小額包裹豁免個關稅嗰樣嘢。因為咧所謂嘅即係小額包裹係咩意思咧？就話即係過去咧就話你凡係800蚊美金以下嘅一啲小包裹咧，其實都唔需要俾稅嘅。
但係由5月2號開始咧，咁呢個就取消咗啦。咁即係話將來咧，你寄呢啲小包裹咧，其實咧都要按你嗰個包裹嘅價值嘅30%作為一個徵稅，或者係另一個就係話計算方法就係每一件25蚊美金。咁由呢個5月2號開始，咁但係由6月1號開始咧，佢將呢個即係加稅個關稅咧，就加到去咧最少咧係50蚊美金。咁所以呢個咧喺呢度就講俾大家知。咁而咧正因為呢一個咁嘅消息，所以星期四嗰日咧你見到就係隻阿里巴巴9988同埋隻京東9618，佢哋咧似乎即時嗰個反應都係大嘅。兩隻股份喺星期四嗰日咧，其實都跌咗5%。咁但係如果你話究竟今次對佢哋嘅影響係咪好大咧？我覺得係會有影響，但係你相對於成個集團嚟計咧，其實呢一部分嘅業務咧個影響相對係細嘅。尤其是阿里巴巴，因為阿里巴巴雖然佢電商業務好強，但係呢部分咧相對係好嘅細。尤其是我哋而家講緊咧，阿里巴巴業務咧，我哋睇緊佢個增長或者係嗰個而家股價知有睇好嘅話，其中最大嘅原因都係因為嗰個 AI 嘅元素。尤其是佢喺大模型嗰方面不斷嘅開發，再加埋喺雲業務嗰個發展，咁其實呢個係我哋覺得阿里巴巴喺今年值得投資嘅原因嘛。咁所以其實你話嗰個小包裹嗰個影響咧，我覺得就唔會話對佢嚟講真正有影響嘅。咁不過如果兩隻股份去比較大家都講緊話即係小包裹嗰個免稅取消，咁但係你話將9988即係阿里巴巴同9618比較咧，咁我覺得9988咧肯定係可取啲㗎啦，因為咧。阿里巴巴就係正話我提到，佢唔係淨係電商，佢而家我哋講緊嘅賣點咧，就係最大係 AI 嗰方面嘅發展，而咧京東喺呢方面咧就缺乏咗呢個大嘅元素啦。咁至於阿里巴巴個投資策略方面咧，我諗暫時咧我就不變嘅我自己都繼續持有咁當然，如果你話整體個市場氣氛咧，如果受到影響嘅話，咁阿里巴巴呢類股份咧都可能會有啲影響。咁所以如果大家真係未有貨咧，可以睇下係咪120蚊樓下，即係或者係120蚊呢位守到先至考慮入市。如果你本身已經有貨喺手咧，就唔好話咁隨便咧，又再加注㗎啦。不過如果你睇翻另一個即係數據啦，就係北水咧喺星期四嗰日咧。係大手買入呢個即係淨買入呢個阿里巴巴嘅，咁買入個淨買入個金額咧去到成35億咁呢個佔咗成個即係上海啦，同埋咧深圳港股通嗰個淨買入嘅12%，咁呢個水平咧係好高嘅咁即係證明即係話嗰日跌咗5%，其實北水都買得幾積極嘅咁呢個亦都俾大家參考一下啦。好啦，跟住就同大家跟進一下隻小米1810，因為咧佢個配股完之後咧個股價咧其實都係走弱嘅，除咗話失守咗呢個配股價之外，咁亦都咧係跌穿埋50蚊嗰個水平。咁之後今個禮拜一翻嚟咧個股價進一步下跌喎，咁原來咧就喺嗰個週末，即係話29號嘅時間咧，咁就發生咗一單嘅交通意外事件，咁而當中咧有人傷亡啦。咁另外咧就話當中涉及嘅車咧就係小米旗下個蘇7嗰部車，咁所以站喺投資市場嚟講咧，就會覺得咧就話會唔會即係反映小米嘅即係車究竟個即係技術去到邊度？第二咧又擔心會唔會影響到小米嗰個品牌等等，咁所以個股價咧其實喺過一個禮拜咧再跌咗1成如果由高位計咧就跌咗25%、27% 㗎啦。咁其實今次個小米個股價咁樣跌落嚟咧，除咗話因為配股之外咧，咁原來市場上面咧亦都誤會咗，就以為咧嗰個先舊後新嘅配股咧係因為雷軍減持。咁佢自己小米咧後期都出咗個即係聲明啦，就解釋翻其實先舊後新咧就唔係雷軍減持，雷軍其後咧佢都會就係認購翻個8億股嘅咁好在我上個禮拜喺影片裏面咧都同大家解釋過，咁所以大家應該咧對呢方面咧就冇誤會㗎啦咁而最即係另一個因素咧就係當然就係嗰個交通意外事件啦。咁所以其實今次嘅事件咧，我覺得就係當然要睇下究竟最終個調查究竟係咩原因當中會唔會真係涉及到係小米個車嘅問題啊，還是喺嗰個自動駕駛系統嘅問題啊，還是係純粹係一個意外咧等？咁呢個就係而家冇辦法知嘅。但係我覺得點都好啦，其實嚟緊咧小米佢點樣處理呢件事件，包括仲有管理層
佢點樣去增強翻個信心，或者係針對翻到時調查出嚟嘅結果，究竟佢哋喺邊方面去做翻啲補救，或者係甚至乎喺技術方面會唔會點樣進一步去提升等，呢啲我相信咧都係後下一步咧就要留意住。但係我自己一直咧對雷軍喺即係話小米嘅管理層喺呢方面咧，我自己覺得都係好有信心嘅嚇。咁所以如果成件事如果真係清楚究竟係咩原因之後，咁可能咧其實就未必話個股價真係要咁樣再跌。另一樣就要睇下究竟即係管理層佢哋嗰個做嘅方法啦。不過我自己覺得咧，因為起碼今次嘅事件咧，就唔反映到話係嗰個小米或者係新能源車嘅問題。因為如果你話真係大家擔心話新能源車嘅問題嘅話，咁其他嗰啲新能源車股都跌啦嚇，但係冇出現咁嘅情況喎。咁所以我諗咧，就真係今次係睇翻個別嘅事件，同埋睇下究竟最終調查之後，同埋跟住落嚟管理層點樣去處理。咁所以我諗咧，如果你話而家呢個階段咧，個股價可能咧暫時冇乜嘅動力㗎啦，可能都係一個即係短線即係上落嘅格局為主。咁有啲估計話會唔會需要去到40蚊啊？我自己覺得就暫時睇唔到話真係要落到40蚊，因為你睇到如果去翻呢個43蚊附近咧，其實個估值咧就已經係翻嚟咧，我諗唔係平，不過咧已經係相對合理啦。之前啊事實上係偏高嘅嚇，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有貨嘅，又唔係想捱好耐，咁可能咧就要睇啦，就係退翻到真係如果50蚊，我覺得有啲阻力。你睇下會唔會趁反彈嘅時間係咪套利或者係減持？咁如果你話冇貨，你如果純粹自己短線咧，你自己睇位嚇。咁但係基本面方面咧，我覺得就冇變嘅嚇。除非今次嗰個出嚟嘅事件原來發現真係佢哋喺技術方面或者佢哋個系統方面咧係出事，咁就睇下到時佢哋點樣去即係改善同埋點樣去補救啦。好啦，咁今個禮拜咧就同大家傾到呢度先啦，我哋下個禮拜再傾過啦，拜拜。